來看國民黨的立委陳雪生的國會辦公室昨昏去北檢烏金組的帶隊去敲。陳雪生的小弟，也就是辦公室的主任陳雪懷、甲助理、甲秘書等3個人去帶走。這檢方是證實講牽涉到貪污等案件，也無法度對外說明。早起9點外，北檢烏金專組主任檢察官詹陽嶺帶真濟調查局人員來到國民黨立委陳雪生的國會辦公室，由詹陽嶺立案才搜查起訴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引發大家關心注意。期間人員齊擺出力，也包含擔任辦公室主任的陳雪生小弟陳雪懷。今天這個案子是跟去年週刊報道的有關嗎？目前搜索進度大概是怎麼樣？這邊6點鐘了後，檢調人員將最新的證物提走，並且將陳雪懷也個辦公室秘書加助理也攏帶走。也立法院是講，經過檢方通知，派人陪同來配合，對詳細案情攏唔知影。我們就照既定程序處理。整個的司法調查的過程裡面，我們都強調啊，有多少證據你就辦多少案。那如果證據不足啊，或者是配合選舉啊來做的一個司法操作，我想大家不會接受。民進黨黨團無從去做評論，涉及到司法，尤其偵辦中的案件其實勿枉勿縱啦。74歲陳雪生，1996年當選國大代表了後，開始伊的政治路，當選過2屆連江縣長。更加做過4屆立委，佇馬祖政壇有真大影響力。北檢證實陳雪生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這案件，敢利用親戚朋友賺領這助理費，接受廠商提供助理使用的不正利益，已經搜查包含陳雪生住的所在甲相關的海運公司等35個所在，並且通知27個人到案來說明，正是繼續調查中。記者綜合報道。